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久无看到大家，真欢迎咱会当搁一摆来到伫读圣册部文字这个节目，会当通过咱读台语圣经，咱做伙学习怎样讲台语，嘛通过安尼，咱的台语会当愈讲愈好，哪来哪得到进步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特别来宾，伊其实是毋是台南人，忽然间来到伫遮，所以我想请伊介绍者。请问你的名叫做啥物咧？我是蔡良如。蔡良如。蔡良如。OK， 良如其实伊本身毋是足够讲台语的，但是伊真有勇气，伊愿意参与踮伫咱这个节目中间。良如，请问你倒位人？我是台东人。OK， 台东人，所以你知影伊是我真正熟悉的朋友。你踮伫台东主要咧做啥物工作？我做文化单位是个研究员。OK， 伊踮伫文化单位内面咧做研究员，主要咧研究啥物？研究台东的文化。研究台东的文化，佮有啥物？整理经历一下一些档案啊，整理一寡档案。档案。好，我想观众朋友可能真有趣味的是，听讲台东有一间炸鸡足出名，你知影叫做啥物无？蓝蜻蜓啊。蓝蜻蜓观众朋友唔知你敢知影讲蓝蜻蜓台语安怎讲？你嘛唔知吼？唔知。听讲叫做拿餐鸭，拿餐鸭念如果小讲者，迄敢真正遐尼好食？我台东人最近拢爱食阿红啊。所以在地人甲咱讲一个新的店你爱去阿红，莫去南餐鸭，因为遐排队排伤济你去阿红会当较紧买到你想要食的物件。过来台东佫出名的是米苔目米苔目我知影嘛，有两间足出名的。是啊。你知影迄两间叫啥物无？老东台。老东台，佮另外一间榕树下。榕树下甲老东台，这两间到底在台语青仔卡，榕树下叫青仔卡，老东台老台东吧，老东台。老东台米苔目，倒一间较好食？我拢差不多。其实拢差不多人介济诶。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是真正去到台东我甲恁分享，倒一间有位你就去食就对啊。莫一定强调讲要去食倒一间，无你可能会排队排足久诶。是啊。所以今仔日咱欢迎来对台东来的念如，伫咱中间要甲咱做伙来读圣经。好，咱做伙来看马可福音。今仔日咱要读的所在是第6章的45节，读到56节。今仔因为念如伊本身其实足少讲台语对无？是。你有咧学台语？有在练习啊，学习啊。有咧练习台语，所以今仔日咱就较简单，就是我来读一句，念如缀我慢慢来读。好，安尼咱就做伙来看。马可福音第6章的45节，来，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，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，上船先过去对面岸，上船先开对面岸，先过去对面岸，去伯赛大，家己留地。解散群众。耶稣离开群众了后，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船行到湖的中央，嘿。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，伊看到门徒，正风咧鼓掌，正风咧鼓掌，鼓甲真艰苦，
无甲真艰苦。天要光的时，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，耶稣伫湖的顶面，因遐行去，因遐行去，行去吼，行去，行过去，走过去，行去，想要对边仔过去，想要对边仔过去，闻道看到伊，闻道看到伊，伫湖的顶面在行，伫湖的顶面在行，在行，在行，想讲是鬼，想讲是鬼，就大声喊，就大声喊，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真惊。真惊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，耶稣随时甲因讲，安心安心，是我，是我，免惊。免惊。耶稣上船去甲因做伙，耶稣就船伊遐因做伙，去甲因做伙，去甲因做伙，风就点去，风就掠去，闻道非常着惊，闻道非常着惊，因为因无明白，因为因无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嘿，迄个饼的记记，迄个饼的意义，心要真钝。心要真钝。耶稣甲闻道过河了后，耶稣甲闻道过河了后，了后，伫吉尼撒勒上花，伫吉尼撒勒就花，甲船拍伫岸边，甲船拍伫河边，因一个路船，因一个路船，众人随时认出耶稣，竟然随时认出耶稣，就四过惊透透，就四过行透透，听到耶稣伫倒位，听到耶稣伫倒位，就用砖铺跟病人去遐，就用砖土砖铺跟病人去遐，伫遐。耶稣无论行到耶稣无论行到什么庄社、城市、乡村，啥物庄社、社市诶乡村，人就甲病人扛来放伫市场口，人就甲病人扛来去放伫跟来放伫市场口，市场口，恳求耶稣上无，困着耶稣上无，嘛互病人摸着伊三句的手，摸被病人摸着伊三句的手，所有摸着的人，所有摸着的人，拢得到医好。拢得到医好。OK， 这是马可福音第6章，咱今仔日甲念如做伙踮伫遮读，咱对45节读到56节，毋知影你读了有啥物感觉？台语简单还是困难？有一部分，一部分比这样简单吧，要连贯，所以要一些练习啊。所以真正爱练习，就是一部分有的是简单，但是规个爱连起来其实无遐尼简单。有啊，其实这就是阮做这个节目上介重要的功能。阮期待讲，都亲像有人写像念如，伊可能台语无遐尼好，但是通过这个机会会当开嘴讲，啊有讲其实就会进步。是，所以后摆去台东，台语应该会搁进步啊。希望啊，希望。所以
欢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仔日若听到念如有甲大家介绍讲台东，你会当去食倒一间吼，你会当去试看卖。我相信卖排迄个人排足长的，是应该会较好吧？是，所以咱今仔日欢迎对台东来的念如，甲咱做伙来读这段圣经节。咱就继续将咱的时间交予月亮阿嬷，请月亮阿嬷来带咱做伙读圣经。马可福音第6章45节，耶稣伫湖的顶面行，耶稣随时逼伊的门徒上船，先过去对面岸，去伯赛大，家己留底解散群众。耶稣离开群众了后，就上山祈祷。天暗的时，船行到湖的中央，耶稣家己一个伫岸顶，伊看到门徒正风在过涨，过甲真艰苦。天要光的时，耶稣伫湖的顶面往因遐行去，想要对边仔过去，门徒看到。伊伫湖的顶面在行，想讲是鬼，就大声发，因为大家拢有看到伊，真惊。耶稣随时甲因讲：“安心，是我，免惊。”耶稣上船去甲因做伙，风就沉去，门徒非常着惊。因为因无明白迄个饼的意义，心也真钝。马可福音第6章53节，耶稣伫革尼撒勒医好病人。耶稣甲门徒过湖了后，伫革尼撒勒上岸，甲船趴伫岸边，因一个落船。众人随时认出耶稣，就四过惊透透。听到耶稣伫倒位，就用床铺将病人去遐。耶稣无论行到什么庄舍、城市、乡村，人就甲病人扛来放伫市场口。恳求耶稣，尚无嘛，互病人摸着伊3句的手，所有摸着的人拢得到医好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，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1年中间才出版，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。
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